後知後覺，聽講第一心情祖師爺童錦程最近塌房，花花公子俾女人玩弄，並且咁多年先生得個一件婚外子女。理論上佢呢個人設咧，應該係兒孫滿堂先啱噶，真係翻車翻得好離譜咯。話說佢同女方咧就唔係情侶關係，一個就想同你睇日出，另外一個就想幫你日出。童錦程同之前無數次嘅經驗一樣，以為肉體關係我知你深度，你亦知我長短咪夠咯。但係今次係有啲特別啊，女方話自己避孕套橡膠過敏，只可以食藥避孕。童錦程以身入局嗰下，除咗用力就係冇用腦，畢竟佢連橡膠過敏都信咗。後來女方順利懷孕生仔，索要一次性撫養費200幾萬，祖師爺就立即改口話自己俾人做局，類似一戰再戰裏面嘅反向強姦。女方可能以為生咗咧就可以慢慢浸佢，慢慢嘆佢。呢一個年代你有聽講過好似我咁靠樣揾食，亦都聽講過好似阿坤哥咁靠身體機能揾食，即係捱夜加班咁嘅意思。已經好少聽到話靠生仔可以揾到長期飯票噶啦。思聰嘅前車之鑑大家都應該睇到噶啦。呢一種不義之財，嗱，我意思係不容易之財。成年人嘅世界邊有咁多容易噶？容易肥，容易禿，容易窮有。童錦程話一早就做空咗自己啦，所有財產都喺阿媽名下，撫養費法院判幾多就俾幾多，為育兒補貼咧佢都想攞翻一半，畢竟呢個係國家俾佢做老豆嘅獎勵，唔理你主動做定係被動做啊。根據網傳嘅聊天記錄顯示咧，女方認為童錦程應該支付固定收入嘅20%到30%作為撫養費，明顯係做足咗功課。但係呢個標準對於一頭一尾嘅人，即係巨富同埋靈活待業人士咧，都其實唔係太適用嘅。唔係話你每個月冇收入就唔使俾撫養費㗎。撫養費嘅下限一般係按地區唔同有一定嘅差異。廣州咧經常係以2000蚊為標準。對於巨富，撫養費嘅上限一般都要綜合考慮小朋友嘅實際需求同埋當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好多人話2000蚊點養小朋友啊？阿爺覺得養個小朋友係咁多錢㗎啦。法律規定父母雙方都有支付撫養費嘅義務，隨同小朋友共同生活嘅嗰一方咧，都應該支付翻一半，即係一人2000，即係一共4000。同樣嘅天崩開局，我老豆唔係區長大人，係童錦程，咁你以後咪同阿思聰個仔一齊上爸爸去哪兒去揾老豆咯。坤哥嘅靈魂拷問我，以後有女靠生仔訛錢點解決？我話好簡單嘅啫，領證啦。唔領證你仲有可能有判決書要你每個月俾錢。結咗婚就冇呢個煩惱啦，1毫子都唔使俾都冇問題。坤哥又問，假如個仔留級直到18歲都讀緊小學1年班，可唔可以主張18歲之後嘅撫養費啊？我話咁就要睇你哋撫養協議點寫啦，到底係寫喺18歲為限啦，還是學歷階段為限？嗱，又袋錢入你袋啦。關注我愛江律師，你會幸福噶。